不来哦！我是来自屏东县牡丹乡马扎兰部落的排湾族，我叫做嘎伊。但其实我还有一个小名叫做伊达伊达。那伊达呢，在排湾族里面是一的意思。然后这也是代表我是家中唯一一个孙女，对。然后这个名字呢，是我阿公取的。我的阿公他虽然每次都是板着一张很严肃的脸，然后好像很凶一样，但其实不是，他非常喜欢小朋友，然后对我们小孩子啊、孙子孙女啊都非常的好。然后以前小时候我有住在我们的旭海生活过1、2个月，然后那段时间我跟阿公的感情很好，阿公只要我说我想要吃什么，他就会买给我，然后我就会很开心这样。然后可是回到桃园之后，因为跟阿公的相处变得很少，所以每次见面的时候也没有什么话题可以跟他聊天。但是他每次都很乐意的教我们许多传统技艺，像是捕鱼啊，或是跟阿嬤一起教我们怎么做咖喱，还有那个起南米这样子。对，然后我最遗憾的事情就是，我一直没有机会跟他学古调，因为我阿公他其实是我们部落里面就是仅存几位会唱古调的老人家。可是我非常难过的是，我没办法在他还活着的时候，就是来珍惜这件事情，来跟他学习古调。所以我到了大学之后，我决定我要学习很多的排湾族古调，我要来唱给我的阿公听，我要谢谢他，唱给我的家人，唱给我的阿公，唱给我的朋友，让他们知道我好热爱的文化。呜，马萨喽！
休息时间，我们即将休息10分钟，之后我们下半场即将开始，后面还有非常精彩的节目，请大家。